这个美好的夏天，把你们的青春、你们的时间，在这个部落里面，让儿童有这么美好的夏天。我相信在这个轻松的这个英文营里面，他们学到很多很多，特别是你们的爱跟你们的关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以社区发展协会的名义呢，谢谢你们，然后也代表我们部落的族人，还有等一会我们的村长也会讲话。开幕式的时候没有到场，特别向你们说声抱歉。因为我去买你们的礼物，所以3天3夜才回来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小朋友给老师掌声好吗？也让他们回到我们的位置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那谢谢我们的需要一个，好的。